个高雄市卫生局昨暝来宣布，因为防疫有成，加上桃园病院的专案来解读，所以放宽着防疫的管制措施，打来出入到高雄的医疗院所，唔免阁来撸健保卡咯。 一透早来病院的民众未少，每一个人拢摕健保卡，准备入卡要入去。没有，今天全部解禁了，所以你们还不知道哈？不知道。像安尼，唔知影入去病院，唔免阁入卡人未少。大姐好吼，其他就没用健保卡，其他刷卡。原来高雄市卫生局前一天要暗嘛才通知病院，因为最近社区防疫有效，加上部头专案解读等等原因，调整防疫管制措施。高雄高医嘛紧急做出改进的规范，包括取消进入病院入健保卡，开放探病一天1摆1点钟，每一位住院的病人大概敢若2位会使来看。不过动线的部分要是敢若开放2个出入口，部分要是爱实人制。 预期要来陪病吼，那陪病者也会希望他们做登录吼。那另外吼，探病者在病房的一个护理站部分也都会协助做登录的动作。其中入去病院的人唔免阁入健保卡，后尾出入的人唔免阁排队。之前都排到外面去了。哦，现在就比较速度很快。对。另外，若是要领慢性处方的药啊，要是会使直接伫室外领，不过要是爱上网做登记。不过病院要是要提醒民众，病人和亲戚朋友应该尽量避免无必要的陪病和探病，尽量以视讯或者是电话方式。入去病院嘛要挂嘴暗，做到量体温和较食洗手等等的防疫措施。